上海南站的導師系統曾經遇到很多問題和挑戰。由於建築是圓形的，每個方向看起來都一樣，所以非常容易讓行人缺失方向感。而且當時的導示牌尺寸偏小，設置密度過低。當你拖着大包小包的時候，會有一種天然的這個壓抑和焦慮感。有一個清潔工告訴我們說，他一天要被問路200次，最多的一天。後來我們就運用了一下針灸理論。從城市的角度來說，四通八達的路就像人的經絡血脈，而通行的人流就像我們的血液。如果在某個位置產生了擁堵，會對整個系統造成破壞性的影響。在整個流線的研究過程當中，去找到這個人流最擁堵的點。如果這個是 A 點，這是 B 點的話，那麼這就是 A 點的針灸的針，這個就是 B 點的針灸的針。通過在這個點上面來做標識系統的優化，把這個瞬時的大量到達的這個乘客快速的在這個站區裡面疏散掉。另外呢，從這個點出來的乘客穿過這條特別長的通道，他會不斷地懷疑自己，說我是走錯了嗎？我要不要回頭走？我們其實做了比規範的密度更高的那個標識，就是你快到了，你走的沒錯啊，你一定能找到，所以才會有更多的信心從這條通道穿行。